欢迎大家收听8月29号的迦南之声，我是施倩牧师，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是耶利米书39章1到18节。耶利米书39章1到18节，来到了今天的经文，真的是一起来经历了这个南国犹大国的灭亡，耶路撒冷沦陷了。就在西底家作王的第11年4月9日，耶路撒冷城墙被攻陷。就在这个被攻陷当中，许许多多的这些人被杀被掳，而这西底家他就在这逃亡的时候被巴比伦的军队追击，被带到尼布甲尼撒王那里。如同先前的经文所说到的，他因着把这些已经释放的奴隶又抓回来当奴隶，而且这些人是他的同胞，所以上帝就告诉他说，他接下来的境况会是很惨烈的。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西底家王，他不仅灭国，甚至他两眼被挖出来，他所有的儿子还有这些贵族，所有的儿子被杀掉，还有这些犹大的贵族也都被杀掉。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这位耶利米他又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巴比伦人呢就来把耶利米带到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面前。而这位王呢，他善待耶利米，告诉大家把他带来，不可伤害他，如果耶利米有什么要求就替他办。而耶利米在当时并没有随着那些可能贵族或者是这些尼布甲尼撒王特别要掳到巴比伦的这些好像上层阶级的人。耶利米的选择是他留在这个破败的家乡，跟这些比较起来没那么多资源，比较起来比较贫穷比较缺乏的人住在一起。而在这当中呢，上帝的心意祝福了一个之前救过他的人，就是这个以伯米勒。当他被关在这个王宫监狱的时候，耶利米那时候是几乎已经快要没有盼望了，甚至被投在井里。就是这个以伯米勒呢，他为耶利米求情，耶利米才被救出来，可以继续传讲上帝的话语。在这里上帝告诉这个以伯米勒，透过耶利米说，因为以伯米勒信靠他，所以他要保护他的安全，使他不至于死在刀下，他能够保全性命。这对当时来说，性命是如此脆弱，随时这个敌人要杀要剐，这根本就是悉听尊便的状况下，以伯米勒却听见了这个好消息，上帝要拯救他的性命，保护他。我们真的是看见在我们的环境为难困难甚至作难的时候，人的选择在上帝的带领当中总是有出乎意料的平安。这出乎意料的平安呢，是按着上帝的旨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如同耶利米，他在自己的同胞当中是被恶待的，结果竟然在敌人的手中是被善待的，让他选择他要跟他们被掳去巴比伦，还是留在原来的这个地方。而上帝他同样恩待以伯米勒，他让这个拯救他仆人的人也同时经历到他的慈爱拯救信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总是在一些大大小小的选择上会有很多挣扎。我到底是要
顺服上帝的心意，即使这件事情它可能在长久来看，我也不太确定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好处或利益。而另外一个选择可能是，这个就是眼前的好处，眼前的利益，或者是长期以来会有利益。在这些选择当中，我们怎么去做那个合上帝心意，被上帝称为忠心的选择，这个是我们的功课。我们看见耶利米，他从一开始到如今，耶路撒冷真的败亡了。这个先知的服事长久下来，他对上帝的信心没有改变，他对上帝的忠心也没有改变。上帝用他的方法来带领，即使就环境来看是很危险，可是在上帝的保守当中，耶利米他有主的平安，他有主的智慧，有主的话语，也甚愿这样的智慧跟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神，谢谢你让我们在这资讯爆炸的时代，让我们在这真假消息很多时候分不清楚的世代当中，主啊，有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在每一次要做选择的时候，主啊，我们因着认识你，我们更是得着那上好的福分。人以为是祸端，却不知这是上帝你赐福的管道。主啊，人以为这个没有前景，主啊，却是在你手中有无限光景。主啊，在你凡事都有可能，你又将那出乎意料的平安赏赐给我们。主，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工作中、学习中、生活中、人际中，我们都要以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准则。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邀请你给我们5星好评。我们明天见哦。